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赏金猎人 JCK 战绝城超新星泽旺。泽旺来自于中国四川，是一位藏族的选手，年龄只有22岁，身高1.80米，臂展1.88米。这大赛的整体战绩已经达到了恐怖的9战8胜1负，在 JCK 战绝城5战4胜1负。来自于恩波格斗俱乐部的他，可以说是在 JCK 战绝城有着极高的人气，并且看到恩波格斗的俱乐部王周教练也是亲自的来到了比赛的现场。所有 JCK 战绝城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美丽的贵州织金 JCK 战绝城绝城之夜第89战贵州织金站的比赛现场。今晚的第4场比赛是今晚的头条主赛，这是一场 JCK 战绝城2024赛季羽量级100万赏金赛的半决赛之争，并且这场比赛是一场恩怨之战，是一场狭路相逢。其实我们看到泽旺啊，只要他一出场，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欢呼声、尖叫声。可以说目前泽旺在本级别甚至是整个 JCK 八角笼当中是最具有话题性的流量明星之一。那么此前的话，我们看到泽旺已经是在我们的 JCK 比赛当中是五战当中拿到了4胜1负，而且现在他是职业生涯当中的5连胜，并且是5场终结对手。可以说从2019年啊，以新人出道以来啊，真的是一步一个台阶，慢慢的走向了现在国内甚至是亚洲的这样的一个新兴的位置。是的，那么说到 JCK 战绝城唯一的败绩，那场比赛到至今为止都是极有争议，并且其实那场比赛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呢，泽旺就早已把那一战的复仇完成了。那么对于泽旺来说，之前的2场比赛我们看到降服赵志康，而且呢又是 TKO 了阿平史拉，那与刚刚获得胜利纳尔泰相比呢，也都形成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双方的上升势头，并且可以说双方一直都是在上升势头，并且现在泽旺要小心了，这场比赛他不仅要先拿下比赛，还要去面对，如果泽旺拿下比赛，还要去面对刚刚已经在赵国安的一场鏖战之下得到了升级的纳尔泰。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的超新星泽旺能否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呢？能否拿下我们本赛季羽量级100万赏金赛最终的决赛入场券呢？这位超新星，这位赏金猎人能否维持住自己赏金猎人的这个绰号呢？这场比赛泽旺压力巨大，但是现在看到他却是在大赛面前显得是无比的轻松，让我们期待这场比赛泽旺的精彩表现。哇吼！那么这场比赛的另外的一位主角红脚选手出场了，我们看到跟在他身后的就是自己整个成杰格斗的团队，这就是今天的另外的主赛的主角之一，绰号绿巨人的胡布兰·托尔逊别克。重新和大家介绍一下胡布兰这位选手啊，他是来自于中国新疆，是一位哈萨克人选手，今年呢是30岁啊，比泽旺呢是足足年长了8岁，身高174，臂展183啊，他的技术核心呢就是摔跤，目前的职业战绩36战26胜10负，那在 JCK 呢同样也是只输掉了一场比赛，7战6胜1负，来自于成杰格斗。是的，这场比赛也是在胡布兰的身后，也是成杰格斗黄金一级的阵容。我们看到现在的后边是党任飞教练，还有白夹克，还有战术鬼才吴成杰都是亲自来到了现场。这场比赛胡布兰说自己其实在赛前已经做好了各式各样的训练，他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泽旺，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比赛之后我们可以揭晓一下。好，看一下双方的数据对比，30对22，在身高臂展方面泽旺优势较大，我们把现场交给阳光。本场 JCK MMA Fight Night 羽量级赏金赛半决赛的比赛交锋，南方选手身高180公分，臂展188厘米，体重66公斤，年龄22岁，来自于著名的恩波格斗俱乐部，MMA 综合格斗战绩9战8胜1负，
JCK 战队城战绩5战4胜1负。Let's welcome the blue corner, the bounty hunter, China Supernova 本场比赛，红方选手身高174公分，臂展183厘米，体重66公斤，年龄30岁，来自于成杰格斗俱乐部 MMA 综合格斗战绩36战26胜10负。JCK 战局城战绩7战6胜1负。Let's welcome the right corner from China. I give you Hubulan the Hulk to 训别战。本场比赛场上裁判王飞。Fighter. Okay, gentlemen, this is me fighter. I see you fight, you fighter. I see you stop. Okay. Keep fighting. Keep it here. Touch. Go back. Judge. Ready. Fight. 泽旺对阵胡布兰，第一回合我们看到泽旺首先是占据了八角笼的中心位置。是啊，泽旺一直是一个节奏怪物啊，所有的人、所有的对手都会被他的节奏打乱。是的，打法呢是非常的诡异，非常的刁钻，非常的飘逸。但是胡布兰我看到直接呢，他又是一个高扫呢，是给胡布兰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么泽旺这场比赛还是以这非常飘逸的风格，我们看到他想去引诱胡布兰占据八角笼的中心位置和自己正面对决。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呢，很多人猜测说泽旺不敢和胡布兰正面硬刚，但从刚才的表现来看，挑衅的一方反倒是泽旺了。这场比赛我们不知道泽旺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新奇的东西。那么这场比赛胡布兰之前也说过会给泽旺准备一份大礼，那么究竟是什么，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是的，那么其实这场比赛呢，对于泽旺来说是非常想把比赛控制在一个中远距离，因为胡布兰相对来说是一个善于打阵地战的选手。刚才一个封手严守啊，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采取这样的打法。没错啊，在八角笼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泽旺一直是在享受比赛，每场比赛就好像他的一个自己的个人秀。一个后手拳打到，要小心。其实泽旺呢，之前那一次非常有争议的失利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没有看到泽旺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没错。所以说，对于胡布兰来说，这场比赛自己的阵地战能否起到效果？看这场比赛赛前呢，泽旺就说：“你不要过来抱我啊！”但是呢，比赛就是比赛呀，兵不厌诈。胡布兰想要拿到这场比赛，肯定要缩短他和泽旺之间的距离。没错，他跟泽旺之间的再一次。真的像毒蛇吐信一般呢！刚才是兼具了膝和高扫踢啊，双向就单腿的双向进攻。没错，那么泽旺确实他拥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身体数据，所以他的外围打击，而且他的这个进攻的方式是不可预判的。是的，刚才你看后手拳打完之后呢，直接一个错步错开。所以说，对于胡布兰来说，这场比赛到底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地呢，还是说是泽旺的游走战术再次达到成功呢？胡布兰刚才也是示意一下场地可能有点湿滑。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现场我们正在下雨，现场，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啊，情绪还是非常的高涨。没错，那这场比赛已经是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是的，现在看到胡布兰这场比赛肯定是要打防守反击。那么对于胡布兰来说，每一次泽旺打入之后，打入和退出这个窗口就是自己绝佳的迎击和反击机会。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提醒大家说一下，毕竟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胡布兰面对着吕凯这样的拳头都没有倒下，那这场比赛的话，考验泽旺拳头的时候到。是的，这场比赛呢，泽旺想必来说也是做没看，这个就是泽旺的恐怖之处啊，他的渗透力实在太强了。现在胡布兰是主动的抱摔，而且是拿到了泽旺的背，但这个拿背的动作还没有完成彻底。而且泽旺的身高比较高，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胡布兰会不会利用比较低的重心去连续进行放摔？所以说，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呢，对于
这场比赛都是备战非常充分的。如果说泽旺之前的连胜啊，让自己感觉到是过度自信的话，那上一场比赛啊，阿平史拉险些给自己造成了单手裸脚绞杀的威胁之后，也是给泽旺敲响了警钟。没错，看又是再一次的袭击。现在对于呼兰来说，自己怎么打进去呢？现在对于泽旺来说，自己这种游走战术还是感觉看非常的隐蔽，非常的隐蔽。目前来看的话，比赛又进入到了泽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是的，擅长的领域当中。现在对于泽旺来说，自己想要把比赛维持在远距离的距离，而且呢，自己打入和撤出是相当的快。没错，他的比赛也是非常的有观赏性和意外性。是的，其实这场比赛论双方的这种风格迥异的事态来看呢，那泽旺更像是乔阿里，那胡布兰更像是富尔曼。是。我们看到胡布兰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这样的干扰，还是坚持着自己比赛的风格，稳扎稳打。是的，胡布兰是一位持久型的选手。那么对于泽旺来说呢，他是一位具有极强隐蔽性的，不仅是招数，更是自己节奏的变化。确实，在 JCK 的霸者龙当中呢，我一直认为有2个人很具有艺术家创造力，一个是泽旺，另外一位是吴泽。是的，现在胡布兰对于泽旺的这种节奏啊，还是在适应当中。是在适应。那么泽旺现在真的他的这种节奏，而且突然启动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看艺高人胆大，现在泽旺已经是到了自己所熟知的能量流当中，这种场域也是泽旺首先调动的。不知不觉，第一回合结束。哇，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泽旺一直是占据八角笼的中央，不停的进行压制。这个在胡布兰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也是很少见到的。是的，现在对于胡布兰来说，能否去他的极压的调整自己的战术？那对于泽旺来说，是不是就想把这种节奏一直持续下去？从第一回合的比赛节奏和命中率来看的话，确实胡布兰的出手次数比上一场比赛对阵吕卡要少了很多。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胡布兰来说，自己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变成上一场比赛对阵蒙古国选手纳门格尔勒的安迪了。确实。所以说，对于胡布兰来说，自己我们现场确实已经是雨是越下越大，但是我们现场我们所有的观众啊，他们的情绪是越来越高涨，非常的饱满。我们现在已经是几乎听不到，从外界真是听不到我们自己的声音了。现场真的是看到，真的是一直在充满了呐喊声。Ready, fight！ 泽旺对于胡布兰，双方第2回合。那么对于胡布兰来说，自己如果是想看。这个是泽旺想要的，胡布兰他开始主动进攻了，但是胡布兰往前主动进攻的这种突然启动的速度和泽旺是2个概念。看一下双方的数据对比，9-2的头部打击身体的话，泽旺是4比0。再次，这场比赛看到泽旺真的艺高人胆大，双手直接下垂，飞膝飞膝，没有人能够去跳高，一个跳高杆站了3角，飞身的3角脚，难以置信，难以置信，神来之笔，有没有这个降服？泽旺简直是封神了！这场比赛泽旺简直是封神了，不会降服，简直是封神了！这个3角锁太完美了，电影都不敢这么拍，还在发力，电影都不敢这么拍，电影都不敢这么拍。胡布兰能否逃过自己呢？泽旺，现在这个3角锁是越来越紧，比刚刚又紧了很多了。现在这个3角锁，泽旺还是像蟒蛇一样不断下进，而且又部署好了3角锁和十字固的双向打击，胡布兰逃脱了。再一次，泽旺刚才用了一个侧手翻呢，想要去直接请身，真的让人这才叫大起大落。艺术流的泽旺，胡布兰来说，好像刚从地狱当中艰难的爬了出来。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泽旺又是采取这种少见的挑肘式的打法。我的天哪！电影都不敢这么拍，电影都不敢这么拍。现在对于泽旺来说，这场比赛
刚才呀一波的输出让人眼花缭乱的输出，那么对于胡布兰来说，这种压力可想而知。胡布兰还敢进攻吗？胡布兰还会主动进攻吗？啊，包括刚才的飞膝爆头，包括刚才的三角脚布置，一连串的已经到了化境。现在泽旺在赛前也是给胡布兰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战的压力，说你抱我腿呀，你抱我腿就证明你软弱，你抱我腿证明你没有招了。现在又是陷入到了，我们看到泽旺的膝盾有多高，这个是超强的柔韧性，这个是超强的柔韧性。现在我们看到从下位又是想，这个难度是极大的，胡布兰现在采取了保守的打法，现在感觉胡布兰往前顶，尽量的前顶。常才王菲要提醒双方不要去抓扣龙王。现在看到下位的泽旺，他的防守还是相当的严密。是刚才的这一波进攻之后，我们看到现场仿佛凝固了一般啊，真的是让所有人都被刚才的这次惊心动魄的进攻捏了一把汗。不敢相信，第二回合才刚刚过半，我们又出现了这种时间的错位感。不敢相信这场比赛才刚刚过半。现在对于泽旺来说，看还能不能再一次的使出让人眼花缭乱的连续进攻。他也不面对着胡布兰的这种上位的压制优势，我们看到泽旺现在显得还是采取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现在主动的一方还是在泽旺的手中，因为泽旺在下位不停的在寻找部署降服技的时机。要小心，要小心。等直接推开，这种杠杆力是非常邪门的。泽旺这种杠杆力非常邪门的。啊，刚才的那记飞膝啊，我相信对于胡布兰来说的话，应该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这场比赛，泽旺真的是又是上演了自己的个人秀，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胡布兰绿巨人那一双巨大的铁拳，还是在等着落到泽旺的脸上。没错，那之前的话，我们去看后手。在这场比赛赛前，泽旺也是放出了狠话呀，拿出了灭霸的拳套，说你是绿巨人，这场比赛我要把你打成红巨人啊！确实是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看到发布会上两个人就已经是唇枪舌剑，双方的战架一正一反，那么对于双方的后手拳都要严加防范。那么看到再一次的抱腿，现在是一个短头，这个短头已经是拉得很高了，但是看到胡布兰是成功的把自己的角度进行了转换。在另外的一侧，刚才看到超长的臂展啊，我们在这儿已经听到战术鬼才吴成杰啊，已经在八角笼的远端，声音都已经是非常嘶哑了，说肩膀要压住啊！确实，胡布兰刚才也是有动作，那么泽旺超长的臂展一直是在推这个胡布兰的膝盖。是的，现在在上位的还是胡布兰，但是呢，自己能不能去给泽旺？能不能敢于给泽旺一些空间呢？敢不敢给泽旺一点点的空间呢？还是尽量去蚕食泽旺的空间。你看，一直是采取上位的压制。现在这场比赛第二回合还有最后的10秒钟时间。哇，场外的雨真的是越下越大。双方现在还是非常的焦灼。第二回合的最后时刻，好，第二回合结束。哇哦！整个第二回合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泽旺的那一次神来之笔，飞膝之后连接三角脚，险些成功。现在都知道我们有最佳 KO、最佳的降服以及最佳的比赛等等的称号，回头肯定会有一个称号叫做最佳组合、最惊人瞬间。好，我们看就是刚才。现在看到直接一个飞膝，胡布兰倒地的同时，泽旺是非常的清晰，一个跳勾，胡布兰先翻在地，但是胡布兰马上起身的同时，泽旺在半空中打上了三角扣的把位。整个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非常非常的丝滑。我们之前还在说刚想说泽旺的这种双手下垂的动作很像毒液迈克尔佩奇。双方即将进入到第3回合对决，这个是今晚的第4场比赛。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的比赛场次有所调整。那么这场比赛是今晚的头条主赛 JCK 战决城2024赛季羽量级100万赏金赛的半决赛，泽旺对阵胡布兰，双方进入到了第3回合决胜局，简直不敢相信，双方在前2个回合真的是你来我往啊，真的是不知道有多少轮的厮杀。胡布兰也是上演了惊天的逃脱，
绿巨人啊，确实也是韧性十足。那么比赛毕竟还是3个回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最后双方1回合的表现。刚才胡布兰有一个前手点到泽旺，那么从第1回合来看呢，胡布兰在头部打地方面呢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势，所以说在第2回合又是泽旺的个人秀回合，所以在第3回合双方将如何调整自己的技术战术呢，至关重要。整个比赛的节奏还是来到了泽旺的这一边，你看双手下垂。现在对于泽旺来说呢，自己这种双手下垂完全下垂已经是慢慢的变到了，你看袭击，这个也是胡布兰想要有一个忍者脚变断头，这个是非常紧，但是在落地的一刹那，胡布兰又是逃脱了，真的是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刚才的断头已经是相当紧了，胡布兰再一次的抱腿，这个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胡布兰，这个是从当时胡布兰打第1场比赛当中，我们就印象非常深的胡布兰，他曾经多次的在前2个回合遭受碾压，总是善于在第3回合甚至第3回合的后半段成功逆袭。这一点呢，也是泽旺也是深深的了解到这一点，所以说泽旺，你的实力、你的能力还能否延续前2个回合犀利的势头吗？泽旺刚才是变换了拳架，刚才的这次拿背之后的前滚翻逃脱也是非常的精彩。是的，现在胡布兰还是在伺机而动，那么泽旺还是想要去从远程轻打击，刚才做了一个假动作，好像是有一些放松，其实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是。感觉可能是跟着泽旺，然后有一个后手打空了，但是这个时候胡布兰看到泽旺一直不停的想要去寻找圈头的机会，但是这一击的圈头，胡布兰还是利用自己超强的韧性把比赛拖入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泽旺开始说：“哦，你是想打吗？还是想要跟我在这儿耗时间？”没错，目前虽然胡布兰有多次的这种上位的抱摔成功，但是啊，这抱摔成功之后的控制没有压制，包括打击伤害、降服击布置等等等等，那些才是衡量整个比赛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和标准。是的，所以光靠摔倒还不行啊，胡布兰还要加把劲儿。绿巨人想要锤爆灭霸的话，还是需要你的沙包一样大的拳头。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呢，也是对于节奏的把控至关重要。如果胡布兰只是在上位进行压制，没有太多有效输出打击的话呢，这一次是泽旺先爆腿，但是感觉泽旺呢，他的这种变换真的是像水一样，看又再一次的想要去进行跨步，但是现在还是胡布兰，现在是胡布兰啊，对于自己的耐力，这个就是分水岭的时刻。是啊，泽旺回到了全封闭防守，但是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头部呢是枕着龙网，我们看会不会去抽动一下自己的胯，想要去寻求一些降服。那胡布兰的上位砸击啊，这个伤害度有多大，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晰的。最后的1分30秒至关重要。是。那么如果说是胡布兰持续的压制泽旺在这个位置，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难说，确实很难说。现在泽旺还是奋力的想要去寻找能够起身的机会。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泽旺的西盾的杠杆力是相当的惊人，但是现在他被胡布兰呢是垂直的顶在了卡脚的旁边，自己不太容易发力。是刚才确实我们看到修长的身材，刚才想要去转换胯部的位置是被龙边卡住了所以胡布兰也是深知这个道理，牢牢的把对手控制在。现在胡布兰看到这个是胡布兰最擅长的时刻，是胡布兰最擅长的时刻。现在是最后的时刻，谁能够成功的拿到入选羽量级一个格兰比翻？格兰比翻再一次来回就这个翻，所以说泽旺呢，还是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是，但是如果一旦来到了源源不断的绿巨人的抱摔的话，我相信泽旺这一次确实有些湿滑。这场比赛双方在雨中进行鏖战，最后的30秒钟将会决定整场比赛最后的走向。灭霸和绿巨人啊，泽旺还是在寻找远射点射的机会。是，他的出手次数确实不多，但是精准。之前胡布兰遭受到细细的重击，是因为自己去下潜抱摔，但是现在感觉胡布兰呢也看再次的细细，要小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泽旺圈住了断头台的把位，最后的几秒钟，看能否成功。现在比赛结束了，这是一场非常难判的比赛，这将是一场非常难判的比赛。究竟是谁能够拿到进入到羽量级100万赏金赛的入场券呢？是超新星泽旺，还是绿巨人胡布兰？
整场比赛呢，确实说两位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泽旺啊，包括刚才那次飞膝啊，包括非常漂亮的挑翻，包括上位的飞身的三角脚的布置，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看到胡布兰的整场比赛当中的上位压制，包括抱摔，包括控制，都是他很大的优势所在。目前来说的话，整场比赛我们还没有办法直接判断是谁胜谁负。我们再看一下，整场比赛当中啊，泽旺的节奏依旧是我行我素，而且比赛当中也是上演了多次的神来之笔。这次的击倒，飞膝啊，其实有多次的这样的一个袭击的尝试啊，就是这一下，我们看双手下垂啊，非常像英国的毒液迈克尔佩奇，而且那次飞膝也是神来之笔，再次挑翻，随即呢拿到了一个飞身的三角脚，所以我觉得真正吸引大家的啊，泽旺真正让大家非常喜欢的，可能就是八角笼当中的这种创造能力。我们还是要耐心的等待一下最后的比赛结果。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场精彩的大战。接下来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28-29 ，Judge Number 1 22-29；2号裁判28-29 ，Judge Number 2 22-29；3号裁判28-29 ，Judge Number 3 22-29。本场比赛3位裁判一致判定蓝方胜。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win by point, presenting China. The blue corner, China Supernova. 泽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搏击部部长张雷先生。好，有请张部同双方选手共同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感谢双方选手。泽旺，请留步。赏金猎人，泽旺，超新星，泽旺，3个回合的鏖战，最终拿下了胜利，兑现了你赛前的诺言。告诉我们现在的感受。Wow, it's so crazy！ 毕竟我戴了无限手套 ，motherfucker， 不赢谁能赢？赏金猎人泽旺。这场比赛其实赛前有很多声音不看好你，但是呢，你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这一切，告诉我们你赛前的备战以及这场比赛的结果是你预料的结果吗？备战大家都很清楚，我的备战就是边玩边练。比赛嘛，毕竟你看，手套在这儿，女巨人也没有用，知道吗？再 crazy 不 crazy 了吧？说了吧，变成红色巨人 ，Let's get it， 成功拿到了。我说了，你们越看好谁，我就灭谁。下一个，纳尔泰 ，Let's get it， 造起来 ，motherfucker！ 让我们期待最终的100万赏金总决赛，泽旺对阵纳尔泰。刚刚比赛的胜者超新星泽旺，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泽旺，没事。泽旺，来手持，用我的这个，你要说什么？100万还用说吗？那肯定是赏金猎人泽旺，不用说了，拉定了，泽100万来了，都听好了，黑粉们，泽100万，跟我一起念泽100万。同时，泽旺呢，今天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现在我们掌声有请曾经斩获过众多奖项，并且始终不懈努力传播织金蜡染文化的阿西水老师，向我们今天晚上的获胜选手赠送织金蜡染衣服，谢谢。
好，首先先共同展示一下这件衣物。好，感谢阿西水老师，同时也希望泽旺呢，在未来的道路之上继续勇往直前，在擂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感谢我们几位嘉宾，谢谢。不好意思，我再插一嘴，没有，我的江湖事。